亡时间不超过1天，浴室里有血迹，唯一的目击者是死者妻子。你确定没进过屋？没有啦，我出差刚回来，一开门就看见我老公死在地上了，就那样，我就赶紧跑楼下去报警了。好了，我帮大家记好了，你不要着急哦。窗户反锁，大门没有破坏的痕迹，屋内没有别的出口。密室杀人案，他是自杀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他是自杀的，我猜的对吗？你都没看完啊！还用看完吗？这女的穿着工装却穿着拖鞋，证明她起码是进了屋的。死者胸口一点血迹都没有，地上还有水迹，证明刀是死后被人插进去的。死者在浴缸里面割腕自杀，妻子却把尸体拖出来伪装成他杀。我想目的应该是骗保吧。死者是不是买了人身保险呢？对，那就对了。自杀不在保险赔付范围之内，这是常识吧？回去重拍吧，悬疑片这样子是不合格的。要重拍吗？我觉得重拍。死亡时间不超过1天，浴室里有血迹，唯一的目击者是死者妻子。我刚出差回来，一打开门就看见他死在地上了。哎，我楼上出了杀人案，你们物业不给业主一个说法的？密室杀人案，邻居男人是凶手。我这才播了一半啊！你就说我猜的对不对吧？你怎么猜到的呢？这浴缸的血迹分了好几层，说明加了好几次水，更准确的说是冰块。凶手杀人之后伪装成割腕自杀的假象，并且为了推迟法医鉴定的死亡时间，一直在给尸体冰鲜，几天之内不止一次过来加冰块。有这种便利条件的呢，只有这栋楼的住户，有大门密码，又知道他哪天回来。凶手和这个女的是婚外情关系，这是一起情杀，对不对？对，后面的剧情会提到邻居男有今天的不在场证明吧？对，第有重拍。我顶你个！我一开门就看见我老公死在地上，我赶紧跑下楼去报警了。行了，不要着急，不要哭吧，好吧？密室杀人案，大爷是凶手。又猜到了。门卫用监视器偷看到密码，看见他出远门，于是入室盗窃。没想到还有个屋主在家里面，门卫情急之下把屋主溺死在浴缸里面，制造成自杀的假象。我想他此刻心里应该是十分的震惊，因为他伪造了自杀，又被想骗保的妻子伪造成他杀了，对不对？我说你开挂了吧？这不是一目了然的吗？你好意思叫悬疑片呢？你想怎么样嘛？你这种看开头就猜到结尾的片子呀，你怎么不把凶手的名字写在片名里面呢？幼稚，重拍。是呀。哎，这里怎么没有血啊？大家过来看，大家看这个刀，照理说一刀插进来，应该这里全是血，但是这里没有，而且。你看，还有必要看下去吗？凶手是侦探，你怎么又知道啊？什么正经侦探会鼓励破坏现场的啊？脚印都踩混了，还有这样摸刀把，这不是故意抹掉指纹是啥？重拍！你，我死人哦！凶手就是他。外卖员有时间看八卦吗？谁不知道送外卖的有多赶时间？你不如让凶手来自首算了。妈妈，今天是第6版了吧？对。你还好吧？你怎么回事？你像是中邪了你。你为什么会这么问呢？哎，没事了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好的。我一开门就发现我老公死在地上，我就赶紧跑下楼去报警了。哦，那你是什么时候换的拖鞋啊？我说错了，我是一进门就发现我老公死在浴缸里，他是割脉的。我害怕保险公司不赔自杀，我就伪造现场。一个常年坐轮椅的人，竟然千辛万苦的跑到浴缸去割腕。是你，我不愿意离婚，你就杀了他。我是
想娶你啊！但是我没有杀人呐，你怎么能怀疑我呢？我知道了，是你在监控里看到我和他在楼道里偷情，你还勒索过我。我是勒索过他，但是我不可能杀他， Why？ 因为我才是他老婆，因为我才是他老婆。傅丽姐，别冲动，别冲动！其实我得了绝症，我接近你，就是为了得到你老公发明的长生不老药。你要找的是这个吧？3000年了，我终于又喝到了一瓶。不许动！时空探员9527报告司令部，中弹师傅，我在2021年。你在说什么呀？来不及解释了，司令，你快跑！我不能让你死在这里！你是谁？你为什么要救我？我是平行世界的你，你要好好活下去。你们是哪个？木星在召唤我，我回去了。你猜呀？你猜猜呀？你怎么不猜了呀？请大家关注暴走漫画，关注轻剧场。为了拍这个系列呀，我们欠着一屁股债呢。一键3连我就不指望了，只希望看到最后的人能点个赞再走吧。片场日记系列其实有2套剧集，你们现在看到的是片场日记之杀不了亲，累计点赞破100万，我将免费奉上隐藏篇片场日记之开不了机。大事件第9季每周5更新，请关注暴走漫画。